成績，第3名許晴 PAC 成績12秒61，第2名施希敏 HVAA 成績12秒58，第1名林演彤 WAC 成12秒46。以下係女子 U23 100米決賽，第3名何善欣 WAC 成績12秒65，第2名吳卓榮 PCAA 成績12